講啊！你呢排點啊？我啱收工啦，TVB 啱拍完一個劇。你哋幾時上嚟？我3月份翻嚟嘅，翻嚟幾個月㗎啦。我19年前就上咗嚟㗎。呢段時間咧？呢段時間2年幾冇翻過。2年幾冇翻過啦。我都喺度。喂，但係你2個有冇合作過㗎？有。我哋有嘅。2000幾年電視電影。哦，係啊。喺橫店。喂，什麼鬼哭狼嚎的？但係嗰陣時，我可以講拍電視電影係我哋演藝事業嘅比較低谷嘅時候，係嘛？你可以咁講咩？係咪你低谷？係咪你低谷啊？我記得嗰陣時你仲啊，我記得咧，我好記得有一日同你喺服裝間嗰度咧，你就話你咧打算約滿離開 TVB 啦。啊，你記唔記得？我就問過你嘅，我話你使乜走啊？我話其實你喺度幾好發展啊咁樣。嗰陣時係98年，因為97年我仔出咗世。啊，跳出舒適圈咧，只能夠等個仔冇咁大嘅時候，經濟壓力冇咁大嘅時候，你就好走啦。公司俾你走咩？俾應該唔俾啫。我哋嗰陣時冇乜嘢嘅啫嘛。我哋嗰陣時最巴閉叫做《西遊記》㗎啦，已經係。我假假地都係天蓬元帥啊，元帥嚟嘅，好食好住，高床軟枕。我同佢算拍咗好多嘅。都係電視電影定係大電影嗰啲？大電影。電影明星嚟㗎，我哋好唔好？大聲啲！我唔敢咁大聲。對住個珠江邊講，我哋係電影明星。佢除咗係視帝之外，仲係電影明星嚟，講唔好。